各位囡仔兄、囡仔姐，大家好，我是俊杰哥哥。今仔日大记录要来教大家耍游戏哦。大记录伊的学动物做动作，你甲我，咱做伙来摇看觅啊，伊咧学什么动物，好无？大记录，紧来，我最想要开始耍啊！囡仔兄、囡仔姐，这题是毋是足简单呢？这只动物就是有足大蕊的目睭，而且佫足够跳的哦。恁敢摇着啊？我算到3，咱做伙来讲答案哦。1、2、3，水鸡！哇，我就知影是水鸡，这题足简单的呢，足好耍的。我佫想要算第2题。这题敢若有较难呢，安尼行，有这个动物拢甲这个动作足相像的呢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大记录即马咧学什么动物？啊，我想到啊！小朋友，恁敢有想到？有对无？我赶快算到3，咱做伙来讲答案哦。准备，1、2、3，火鸡！哇，足够的，拢摇着啊呢！那安尼，咱就做伙来溜一遍哦。水鸡，火鸡。今仔日多谢大家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一只水鸡，呱呱呱呱呱呱呱，一只水鸡，呱呱呱呱呱呱呱，一只水鸡，呱呱呱呱呱。